祝龙总兄弟姊妹健康平安。嗱，切家信主嘅人啊，基督徒啊，信心啊，都係十分重要。因為熱下開始信主，從信心呢啲就出門，切家係要信心對耶穌基督。嗱，但係呢，因為到呢一個希伯來書11第6節咁樣講到，但係講切家冇信心。冇可能上帝合意，因為到每一人來上帝嘅面前，佢熱情相信上帝就係要嗱上帝，然後上帝本切家福氣係講切家真一條線簽嘅嗱，但係切家信心係重要啦，因為到上帝切家看見肉身唔到啊，所以用個信心嚟相信上帝就係要嘅，從愛呢啲人。一風吹人嚟硬睇，就看唔到架風，但係切到架風，看唔到，但係要緊一樣，即刻對上帝，即刻係相信用信心，佢係要嘅上帝，因為就係即刻要信心相信佢，上帝合意，冇信心嘅人嚟唔到上帝嘅面前，因為就你冇相信佢。嗱，然後呢個希伯來書10第35節咁樣已經講到。因為到咁樣，切家唔冇變hết切家嘅信心，因為到十分大嘅上帝嘅福氣喺前面等切家。嗱係咪人有信心信了主，你信心唔冇變hết，有困難、有煩惱、有不實、有各樣嘅事，攬切家唔冇嚟到主，咪切家嘅信心弱，但係我係講兄弟姊妹聽，你信心本係堅強。基本嚟本一嘅信心，mà cái問題都好，唔滅到自己嘅信心弱hết，肯講自己離開呢個信心，好過唔冇，因為咩呢？自己要信心能夠看上帝做先知，自己要信心能夠得上帝嘅恩典，自己要信心能夠得到上帝統治，隨住社會嘅黑道，途途節嘅痛苦，途途節嘅死，佢能夠帶自己跳過去，自己得到嘅福氣。祝福大家，阿門。